姐妹的接纳，我们今天早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到教会来，一起有观摩跟学习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求你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的真理有何等的奥妙跟大能，来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的名字叫申永顺。我小时候认为我爸爸妈妈取这个名字是希望我永远孝顺他，但我稍微大一点的懂事了，我才知道我爸爸妈妈希望我顺顺利利过一生。稍微懂事一点，我20岁在高雄凤山受洗信主的时候，牧师把我受洗完，就告诉我说：“永顺，你的名字很属灵。”我心里面想说，我的名字很菜奇阿米亚，怎么会属灵？牧师就跟我讲说，上帝要你永远顺服，你就永远蒙福。我还在学，可是我觉得要学习顺服，最重要是学习信心。所以今天我特别用这个题目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做分享，叫做信心的旅程。OK，PPT 可以帮我转到，谢谢。我目前在大专团契担任大学部的辅导，我的工作是跟我们本宗有关，是我们长老教会唯一的一间医学院。我在马偕医学院教书。那我不是医生的背景，最近上个月就是这个月刚刚改成马偕医学大学。如果我们在座有子弟对医学有兴趣的，对医学、护理、听力跟语言治疗、视光、医师检验跟再生医学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读我们本宗的这个医学院。而且我们的团契牧师非常的棒，个人的带领很好。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合作。不好意思，插播一下。刚刚郑牧师有特别介绍，我们来自于迦南会北部大南团契，在66年前，神兴起了一批迦南会圣教会的青年人到北部聚会。他们有一个看见，就是好像圣教会到北部去念书的流失率非常多，据说伤亡率达到90%，没有再聚会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感动，他们自己聚集起来成立一个团契，就叫做圣教会北部大专团契。后来在中部中兴大学旁边也设立了一个这样的团契。最重要是以大学生福音工作为意向的一个教会。那么经过了66年的时间，已经变成一个社区的教会。那我们有光研，就是光离团契，有社青，有在学研究生、大学生，有国高中生的提摩太团契，那也有儿童主日学。那目前教会有200多个人，但我们目前仍然持守着学生福音工作很重要的意向。贵教会的信义，就算我们教会6年，贵教会的上堂有来的燕巡也在我们教会2年。还有刚刚牧师讲的，我想对郑牧师最大的贡献，我们教会对牧师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丁翠师母。OK， 我们是一群来自不同城市的年轻人，在座各位的左手边27位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半是社青，一半是在学生。我们在整个教会有2/3年轻人就是中南部上来的。我刚才特别谈到说，我们有7个宿舍，那有些是我们自己买的，有些是我们租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接待我们中南部的上来的弟兄姐妹，或者你不是基督徒都没有关系。如果你对信仰有兴趣、有住宿的需要，都可以跟我们来做联络。这是我们团契的情况。OK， 那么每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因为一起团契聚会、追求信仰，生命得到改变，也得到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感谢神。那我们教会在通霄的迦南园有一个营地，可以住100多个人。如果各位要办退休会的话，也欢迎可以到我们教会这个营地里面来。好，就进到我这个信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旅程，在这个旅程当中，特别对基督徒，我们都在寻找一种方向、意义跟盼望。基督徒的信心不是静态的，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得到悔改的心、得救的恩，那是一个成长的路程。有时候我们的热忱很高，但是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又很低潮。我们有起点，
我们有低潮，我们甚至也会有一些挣扎。我们有时候透过一些牧师的鼓励、神的话语去做更新，我们赋予一些新的使命，但在那个信心的路程当中，我们还是会起起伏伏。今天刚刚读的经文当中是谈到彼得的故事。彼得在整个耶稣12个门徒当中是一个大师兄，他是最有名的。那他的信心的起点就在刚刚我们一起读的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彼得他一生当中他信仰的旅程有这么多。他从格尼撒勒湖得到耶稣的呼召以后，耶稣把他改名叫做彼得，说他是要未来做教会的磐石。他跟随着耶稣，亲眼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听耳听到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他曾经因为在海面上行走，说主啊救我，经历到许许多多耶稣给他的这个信心的考验跟拯救。那他甚至在耶稣要受难的时候，他去阻拦耶稣，说你不要去。耶稣说他说撒旦退后。那这个许许多多的信仰起起伏伏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后来他甚至耶稣走了以后，他去传福音，他被关在监里面，上帝差派天使来拯救他，甚至到最后他在五旬节会议的时候，他叫好几千人信主，在布道的时候。最后我们听说在古代的史册当中记载，他最后是被抓到罗马。他说他自己不配钉十字架，他是倒钉在十字架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属灵人物，他信心的起点就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的1到第5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的起点，我们甚至每一个人都会像彼得一样，我们未来的信心也会这样起起伏伏、跌跌宕宕。但我们能够走到信心的终点，顺利走完这个信心的旅程，起点很重要。我们来看，在起点的时候，耶稣基督带领彼得有哪些的经历？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当中的1到3节，在谈的一件事情，叫做拣选。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旁边，因为人太多了，他看到有2艘船，就叫其中一条船是西门彼得的，叫他开到岸边去，离开岸边，他比较好跟所有的人来讲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第一件遇到的事情就是被拣选。当我们敏锐于上帝的拣选的时候，上帝会使用我们的船，就像使用彼得的船一样，而这个船会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因着我们承载我们的生命，会让更多人听到福音的好处。第二件事情，耶稣行在彼得身上的功课就是顺服。耶稣讲完道，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不是不知道他们已经整夜打完鱼，打不到鱼，但耶稣故意要试验彼得的信心，将他行到水深之处去打鱼。当然这个时候彼得还是有一些埋怨跟怀疑，他说，夫子就是老师，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鱼。但是很奇妙的，有一个戏剧的转折，戏剧化的转折，彼得竟然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不晓得各位跟我们一不一样，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有一点疑问，如果我可能不太会，因为耶稣不是捕鱼的，耶稣是什么？木匠。耶稣是木匠。如果凭着我们知识越读越多的人侵犯到我的专业知识的时候，我一定会很抵抗。但竟然彼得做了这件事情，我待会会跟各位我的看见跟解释，为什么彼得马上会有这样的信心。于是彼得、安德烈他们就放下网，就真的下网到水深之处，捕了很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他们抬不上来，于是叫另外的船的人帮他们一起抬。抬上来以后，装满了2条船，甚至船差点要沉下去。哇 ，surprise！ 第3个功课在8到12节，耶稣要彼得他们学了一件叫做跟从。西门彼得看见以后，就俯伏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又是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第2个疑问。应该一般的人说：“哇，叩谢主耶稣，让我得到那么多的船，我可以回去卖好多的钱。”可是他说：“主啊，离开我。”他用非常敬畏跟警醒的心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
他和他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打船所打的船。他的伙伴另外一对兄弟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也是这样很敬畏的看到这一幕。耶稣就对他西门彼得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们要得人了。”他们就把船靠了岸，做了第三件事情，放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哇，这又是另外一件让我们觉得很压抑的事情。捕鱼是彼得、约翰、西门彼得他们养生所需，可是他们竟然放下所有的来跟从。从拣选，从顺服到跟从，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功课。事实上，各位如果去看这个经文，抱歉哈，我再回到前面的经文，抱歉哈。其实刚刚你所看到的耶稣的拣选，并不是耶稣对彼得跟安德烈，或是雅各跟约翰的第一次的呼召。各位如果去看马太福音第4章跟马可福音第1章，那边就记载着主耶稣呼召门徒放下网来跟从他。那个情境跟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不一样，因为前面的经文是读到他们正在捕鱼，但路加福音那边的经文是谈到他们已经捕完鱼回到岸上，没有打到任何的鱼，才洗网子了。所以想来解释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次耶稣呼召西门彼得、安德烈的时候，跟第二次呼召的时候，他们又回家去了。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一开始第一次的呼召要跟从耶稣，但第二次又回去。第二次的呼召中间他们回去捕鱼，有可能耶稣觉得时间还不到，要他们先回去预备自己，也有可能他们又信心软弱了。总之有一段时间他们又再回去捕鱼就是了。当耶稣再次呼召他们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知道这一次的耶稣很不一样，而且让他们经历到捕了满满的鱼这种神迹。可是这一次的呼召对西门跟安德烈来讲也不是第二次哦。各位如果再往前看，在约翰福音1章35到42节的时候，当施洗约翰跟着2个门徒去看耶稣，当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之后施洗约翰就为耶稣施洗。大家还记得吗？那2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跟安德烈，听见这个话就跟从了耶稣。这样的跟从是第一次的跟从，在马太、马可那个地方是第二次的跟从，到了路加福音是第三次的跟从。一次的呼召比一次的强烈，一次的感动比一次的强烈。这4个人2对的兄弟蒙呼召以后，他事实上没有改行去做原来的打鱼的工作。这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每一个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要全职的服侍，我们可能也是带职的服侍，但神会使用我们的工作，使用我们的建筑，使用我们的医生，使用我们的教师。只是我们在做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目的变了，我们的网、我们的船变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就回到耶稣的荣神益人的目标当中。我们可以从在世上属世的工作变成有属灵的价值。所以人在呼召之前所学的不会是突然的。于是我们就进到这个经文里面来，我们来看第1节到第5节。信心是从哪年开始的呢？拣选是上帝的主动，聆听跟顺服却是人的回应。信心是从聆听开始的。我们现在来看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雅各跟约翰，整夜劳碌一无所得，那象征了什么？人靠自己的有限，是得到了是一个失望、疲惫跟沮丧，是无能为力的。我在念博士班第4年的时候，还没有办法毕业，因为我们老师规定要有3篇 SCI 的 paper， 其中要有1篇是要 Top 10的 paper。当我的同学硕士班的同学开着 Benz 的车回来跟我，不是炫耀，只是请我吃饭的时候，我心里面压力其实很大，我还在洗烧杯，可是我还一直没有办法毕业，心理压力其实很大。我就好像彼得一样，
做什么实验都做不出来，我还差一篇最重要的 paper。我有一天有感动，因为我的机器常常容易故障，在那段时间是我最重要毕业的时间，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我每一次到实验室，我已经按着我的仪器，奉主的名祷告，要它顺利平安，不要出问题。我的同学都放乖乖，都不要出问题。可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用祷告，很奇妙，神就在2-3个月里面，让我的实验最重要的数据就在那个时候出来。我自己经历到上帝拯救的大能。耶稣上了西门的船，船是西门彼得养生所需。耶稣进入到彼得的生活的日常当中，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呼求的时候，耶稣会走到我们生活的日常当中，也生活到我们生命当中。信心的第一步，不是你要做什么，信心的第一步，先去听耶稣告诉你要做什么。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经验，因为我们要推导一个比较深一点的模式啊，那个叫做一个化学反应成分平衡的模式，叫做2成分分析模式。有这个理论，我怎么做都做不出来。可是那个又对我毕业非常重要，于是我就开始学习祷告。突然有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就进来了，很奇妙。那个声音是什么呢？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把那个水溶液的 pH 值固定下来。pH 值就是酸碱度，固定下来。因为那个模式，后来我才知道，有固定 pH 值，那个模式才是会成立的。后来我就用我的仪器方式就把它固定下来，我就真的做出来了。而在那篇 paper 帮助我进博士班，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奖学金。哇！我忽然发现，我们好像要急着做什么事的时候，不是最重要，是要你在神面前聆听神要对你说的话，那才是更重要。聆听这个话，然后按着那个话去做，你会经历到一些神迹。我知道贵教会50年来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包括信宇的爸爸跟我分享他生病的神迹，还有谢牧师跟我分享2位夫妻透过你们的建筑的专长，在这个教会所行的你们恩赐的这个神迹，让我非常的感动。信心的第一步，我们再说一遍，先聆听上帝要我们说什么，做什么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到人的尽头的时候，是上帝的起头。主耶稣永远在等候人的听从，但你要先把你的眼睛，你先把你的耳朵靠到神的旁边去聆听，他要我们做什么。信心不是一种心理的暗示，也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信心是根植于上帝话语的权威。罗马书10章17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请。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神学家巴特他说，信心是对神话语的顺服回应，不单单只有顺服，还有行动的回应，这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工作跟家庭上，我们的失败跟枯竭，往往是另外一段信心旅程的起点。我们会失败、会挫折，都是上帝预备，其实是提醒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今天耶稣还在我们的船上吗？还在我们生命当中吗？耶稣在我们的船上，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来做掌管呢？有一个年轻人毕业没多久，投了好多的履历，可是呢，每一次都被拒绝。有一个爱他的长辈在教会里面就告诉他说：你的履历不能够这样写，你的履历要先看到你认识的这家公司的什么需要，你的专长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公司。他听了，他也顺服了，他就重新改了他的履历。结果经过一些训练跟重新撰写以后，他一次就被录取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挫折并不是失败的结局，而是我们在学习用不同的方式重新开始而已。耶稣基督会预备那个失败跟挫折，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聆听的耳、顺服的心跟回应的行动。彼得就是这样，他虽然努力了一夜，但因着耶稣的话，他再次尝试，他就得着了。我们在事业、家庭、学业当中，也可能一无所获，有这样的时候，但
信心的旅程可以让我们听耶稣的话，重新开始去经历到他的丰富。经文当中特别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叫做水深之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个水深之处，就是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应付的，是属灵的生命要接受更深的对付跟挑战的那个经历。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在，那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必须经历。有时候我自己的信心我也觉得很不够，就在我的大孩子、小孩子，他们分别在国小6年级毕业那一年，我的太太都把他们送到美国去。我们有认识的牧师去参加一些夏令会，但没有任何的大人陪，就是小学6年级，要他们自己坐飞机去。对我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很新兴的挑战。我自己有时候转机，我都觉得有点慌哈。但是要让一个12岁的小孩去坐飞机，那我太太很坚持，我就顺服她。结果他们两个都很顺利回来。但有一次，我小儿子跟我讲说，他在旧金山转机的时候，他慌了，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想起妈妈的话。我说：“妈告诉你什么？”他说：“你找不到人问的时候，你就心里面祷告主耶稣。”他就真的祷告主耶稣。他自己经历到有人马上过来说：“这个小朋友你要做什么？”就指引他到另外一个 counter 去了，他就很成功的来回了。当我的太太要找2个孩子出去的时候，我进到水深之处，看起来不是太深的信心的经历，可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过一些或大或小的这样一个信心的考验。在第6节到第9节那个地方，这边谈到了一个顺服。彼得他其实有怀疑，为什么？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但选择因你的一句话，我就下网。”请问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会那么果决，就讲了这句话？即便他是一个擅长捕鱼的渔夫，刚刚我有跟各位解释，我的看见是从施洗约翰的第1次的跟随呼召，到了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第2次的呼召，到了第3次路加福音的呼召。其实彼得、约翰他们已经知道耶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当你的生命随着你的信心的累积越来越增加的时候，耶稣的话语呼召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像彼得这样子，因着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迟疑的结果是整夜的劳碌，但是信心的回应却是满船满网的鱼。你会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彼得的反应是惊讶的，不是夸耀的。如果我们是一般的人，领受到上帝很大的恩典，有时候我们恐怕嘴巴说归荣耀给神，可是有时候我们心里会暗想说，那是因为我多少的努力。我们自己都经历过这样信心的考验，跟真实信心的光照。真正的信心是要从敬畏的态度开始，真知道每一次的恩典的给予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信心不是建立在结果的可见上面，而是建立在基督的信实上面。加尔文他曾经这样说：信心是确信神的应许必然实现，即便环境看似矛盾。信心信靠神的应许必然实现，即便是环境看似矛盾。我跟我太太结婚3年多，没有办法怀孕。就在我博士班4年，我实验一直做不出来的时候，那一年上学期的10月份，我太太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她被火烧伤。她为了关心一个她的同事的妹妹，她的妹妹以前没有学得太好，没有学好。后来她的妹妹跟她的先生开了一个火锅店，所以我太太也平常关心她的妹妹，就去那个火锅店当第1桌的客人。他们因为刚开火锅店，那个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有那个酒精是用压的，而且是红色的，跟浆糊一样。结果他的妹妹很热心来招呼我太太的时候，就去压那个酒精，好大力，啪，就经过火，一团的酒精就贴在我太太的脖子上面，就往下流，整个胸都被烧伤。
各位，你想想看，你如果这边烧伤，你的手会怎么样？去拨它，所以连我太太2只手也被烧伤，非常严重的烧伤。当我在忙碌于我的研究，苦恼没有办法毕业的时候，我太太发生这个事情。我开着车经过罗斯路，冲到台大医院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底是谁干的？我心里面想说，我会怎么样来责备那个粗心的人？可是我也知道，后来我知道那个人烧伤我太太的是我太太平常关心的朋友的妹妹。我到医院之前，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就决心要宽恕这个事情。不仅要宽恕，要安慰我太太的同事跟她同事的妹妹。我到台大急诊室的时候，我看我太太这边头发都烧焦了，眉毛也没有了，很痛苦在呻吟。然后我就带着她祷告，祷告完我就开始安慰她的同事跟她的妹妹。我们用神的爱心去关心她，看起来很矛盾。应该是要做埋怨的人，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要做饶恕、做接纳。后来他的妹妹到我们教会来信主了，我感谢神。我太太经过1个学期的休息，很奇妙，不是3年半都没有办法怀孕吗？我太太就是因为这样的烧伤，休息了1个学期，后来学期末的时候就怀孕了，生了我们大孩子，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也经历到那个人生的低潮。但是如果你用信心去经历，上帝的恩典非常非常的丰富。我每一次看到我太太那个手的疤痕的时候，我就再一次思想上帝在我们家的恩典的痕迹。信心要跨越的是理性的计算，要进入到上帝的主权当中。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常常用经验去判断我们要不要去做，那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我们却忘了上帝是超越经历的主。顺服并不表示没有怀疑，而是在怀疑当中仍然选择相信。阿们。你有这样的经历吗？这才叫做真正的信心。所以每次我看到我的大儿子，我就常会跟他讲，你的妈妈经历到那个被火伤的经历，你可以把这个经历当作你信心的印记，但那个信心必须要你自己去经历。彼得一开始虽然半信半疑，但奇迹发生了。信心不是心里面没有犹豫，而是选择相信之外，还要一步一步踏出顺服的脚步。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顺服，超越到人所求所讲，而就像发出跟彼得一样心里面的惊讶。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特技专家，他可以在悬崖当中的绳索上走来走去，观众都拍手叫好。他就问那个观众当中，你相不相信我除了走来走去以外，我还可以在上面走独轮车？大家说相信相信。他就问大家说，谁愿意坐上来，我可以带你们过去。大家一片安静，没有人敢想坐上去。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是如此，信心也不是口头上说的相信，要把我们自己要交托在主的手中。神要我们经历他的突破，但他要我们的是信靠。我们有信心去突破，但是他要我们的是单纯的信心去做信靠。彼得看见神迹以后，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而不是说：“主啊，谢谢你，我可以马上卖很多钱。”因为他生命里面知道自己的不配跟软弱，前面2次的跟随没有跟随上去了，他知道他心里面是软弱，是有亏欠的。圣洁的神在我们面前生命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自觉不配。耶稣的回应是安慰，是肯定。他告诉他们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的。”神超越的恩典会超越人的不配。门徒最后他们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那是他们养生所需，抛下船，抛下网，抛下我们的工作，表示我们只能够仰赖信心而活。弟兄姐妹，那是一个信心的高峰，不再为自己得福，而是进入到神的使命当中。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抛弃我们世上所有的，而是我们的心志要以耶稣基督的呼召为优先。
真正的信心必然是导向跟随的，是委身的。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彭霍费罗，他这样说，他在一本书叫《门徒的代价》这样说：当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他来死。这个死好像很严肃，可能是殉道，但是更积极的精神是把世界当作死的。真正的容易的解释是，世界对我诱惑对我没有反应了，世界的一切对我是死的，世界对我来讲是没有反应的。所以耶稣基督呼召来跟他跟随他，是呼召来跟他死的时候，是向世界是死的，向耶稣基督的声音，对耶稣的话使命是活的。信心不单单是经历神迹，那只是为自己，更重要的是要经历到舍己的道路，参与到神国的服事当中。有2个宣教士，可能大家以前都读过他的故事。第一个叫做威廉·克里，他翻译了非常多文字的圣经。他原来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鞋匠，但神呼召他到最难传福音的印度去传福音。在那个地方，他对语言文化一无所知，他很难传福音，但是他呼应了神的呼召，他顺服在那个地方。最后他成为近代史当中最有名的宣教士。另外一个跟我们华人有关，在1807年的时候，宣教士马礼逊从英国坐船到中国，很多人取笑他说：“你真的可以让中国人信主吗？”他说：“我不指望我自己能够改变中国人，但是我相信上帝可以。”他到中国以后7年整整的时间，没有带领一个中国人信主，一个人都没有。他又孤单，他又寂寞，他又被嘲笑，甚至被排华、被抵挡、被丢石头，类似跟马街一样。可他7年来没有放弃去做一件事情，就是翻译圣经，写圣经的注释书。我们后来的华人会读和合本圣经，都跟他之前的翻译是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人，他放下的安逸，就好像彼得放下了渔网一样，跟随耶稣走过来，有孤单，有无助，有寂寞，但神使用他，成就了改变历史的转捩点。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任何一个属灵的阶段当中，我们常常要这样问：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还停留在为了得鱼的信心，只为我们自己的信心，还是愿意迈向得人如得鱼的使命的信心？信心旅程的终点不应该是一网打尽的收获，而应该是撇下所有，跟随耶稣的丰盛。彼得的反应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他认识到他自己的有限跟不配。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跟不配，也愿意迎上去耶稣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有限的生命可以变成无限的功能跟人的需要。我们可以满足不仅自己的需要，别人的需要可以透过我们去做满足。信心的旅程不是得鱼而已，而是得人，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要成为别人祝福的器皿。有一位非常有名在台湾的宣教士，可能你听过他的故事。他今年95岁，他大概在7、8年前他就回到美国去了。他是前台东基督教医院院长谭维义谭院长，他来过我们马偕医学院演讲过2次。他每次分享，他都会讲这个要死胚的故事。他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要像这个要死胚。什么叫要死胚？就是没有经过刻痕打造的那个要死胚，没有办法去开门。可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要经过主的切割跟打磨，合乎主用。上帝磨送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钥匙，就会去开什么样的门，在那个门里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祝福。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故事。我最后也分享我们教会一位姐妹的见证。当然，这位见证所做的事工没有像威廉·克里、马礼逊他们那么大，他做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很感动我们弟兄姐妹。这位姐妹她3年前从高中的老师退休，她存了一笔钱，要完成她这一辈子很重要的一个愿望，
就是到圣地耶路撒冷去旅游。看的那个价钱大概是差不多18万左右，他存好钱，准备要去了。可是呢，他在那个时候参加了一个圣经的查经班，而且是用希伯来文的查经班。所以这个希伯来文的一个网上的教室跟学校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听到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消息报道说，有一些极端的犹太人在攻击以色列的基督徒，甚至把以色列人的基督徒的坟墓破坏。各位知道，犹太人不是基督徒哦，很大部分人不是基督徒哦，可是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极端的事情，我太太就心里面被感动，她就跟我讲说：“永顺耶路撒冷我不去了，我要把这18万奉献给这个机构，让他们来安慰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我说：“你确定吗？这可是你长久以来成为基督徒很大的愿望。”他说：“是的。”他就这样做了。我很被他感动。弟兄姐妹，当我们神呼召我们要去为一个有需要的肢体要去奉献跟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到神的心意，看到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也可以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样呢？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彼得在路加福音5章11到11节当中的信心的3个旅程，也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3个旅程。第一个，我们失望到盼望，我们很重要，我们去聆听上帝的话。我们从怀疑到信靠，必须要透过顺服跨出那回应的脚步。最后，我们要从自己的需要得鱼，到别人的需要去得人。我们去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门徒，我们就可以走到上帝要我们所走的信心的旅程当中。最后我要问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哪一个阶段呢？你愿意让耶稣基督再一次进到你的船吗？我们愿意跨出顺服的脚步，我们愿意撇下渔船，踏上得人的使命吗？求主带领我们，在每一个人都踏上信心的旅程，不仅领受恩典，而且活出使命。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他叫黄哲棒。他几年前从东海化学